喂。1号手提，请开1号。喂。今日这位平安，欢喜礼拜早起，咱又来到圣殿，对伫疫情阻挡害咱安尼礼拜人数吼，看到会较稀微，无要紧。这个时期总会过去，因为咱看渐渐，我相信到10月大概就无听连咱的喙安都拢免挂。
上恢复咱的自由的生活。感谢主，哈利路亚！来，咱来唱圣诗397首。耶稣听我，我知明。这是咱自细汉主日就唱的诗歌吼，真实的诗歌。今日咱牧师的讲题配合讲题来选这个诗歌，咱来锻炼第1节、第3节。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为救体恤。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第3节。耶稣听我三当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天边。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咱过来看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咱犹原要吟第1节甲第3节。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免记，无人捌主，互人知做，阮的命令之时，甲人捌主旨，诚心来服侍伊，上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行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伫到永远。第3节，真道活命福音的声，万民欢喜来呼。圣经上头真道上听。深深仰我的主，他最平安安舒，眼光我命人有，我命的话，我命的话，智慧奥妙行大，上帝的话，我命的话。带咱伫到永远，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翕无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才来吟诗学乐，圣诗397首。圣诗397首，耶稣听我知名，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耶稣听我知名，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为救有体恤。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伫圣经，耶稣听我伊有时，我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过伊洗净，予伊洗行入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我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三当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我记载伫圣经。阿门。请咱有缘徛伫三角内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来交读课文，课文第5篇，圣诗后面第6页的所在。课文第5篇，请咱三角来启用。这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因的准情遍伫天下。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仰面的人欢喜走伊的路，射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
比金比侪的好金较通幸福。佮对你的奴仆对才会受警戒。治水话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阿门。请咱三甲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愿感谢你。主日的早起时，愿通用心灵甲诚实，无论伫线上还是参加实体，三甲来同心敬拜。这是阮介大的恩典，因为阮受拣选成做你的儿女，阮的一生就是要来学乐敬拜你。感谢你创造阮成做每一个无相款的生命形体，总是伫你的国度，阮成做一体。三甲有份伫你的慈爱、你的福分，充充足足供应伫阮的生命中，互阮每一人伫世间的路程，通活出因的特质，荣耀主的名。特别感谢你对逐角都呼召阮来到建成教会，伫遮三自集，伫遮敬拜学乐，伫遮学习圣徒相通的团结生活。过去的历史，阮经历上帝怎样伫每一阶段用你圣神的气力引带带领，服务者甲正向的姊妹拢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对安尼建成教会，伫遮建立徛在，虽然中间有艰难有坎坷，总是上帝的疼，上帝的扶持拢无离开，一代煞接一代，代代相传。信仰的根基就伫遮坚固。但今仔日上帝，你悠然地呼召阮，爱阮逐人成做你的学生，你的门徒。通做福音的使者，完成你所交代的大使命，互上帝国大大兴起伫这个地面，恳求圣神帮赞，互阮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逐人照所领受的恩赐，尽力服侍伫主的工，因为知阮所着活的毋是空空，到后日阮拢通得到荣耀的奖赏。愿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乐，请圣歌队今日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恁若陪我会担》。
感谢主，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恁若对陪我的担，过来对我学，就要得到安息。请咱来看圣经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39第30到第50。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30到第50，咱的周报后面依然有登录，请听我来读。兄弟啊，阮应该为着恁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宜的，因为恁的信一发中大，各恁众人逐个相听一心充足。伫后阮伫上帝才会教会将恁来夸口，因为恁一切的困毒甲所受的患难中，有存吞忍甲信的心。这就是上帝公义审判明的凭据。互恁通算做为堪得上帝的国，就是恁为着因受苦的。以上愿上帝的话，咱拢通听去，佮照安尼来行。讲道，志明牧师今日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为堪得上帝的调，主的呼调。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会当徛起，会当为你做见证。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互阮的性命透过你的话语，定根伫主你，通伫即个世间为牵着主你的呼召。愿安尼祈祷仰望，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拢真短。伫即2个礼拜中间的读经的进度，有可能咱会想讲，哎哟，遮尔经文遮尔啊短，是安怎爱分2礼拜来读？是安怎爱分几啊工去读？像遮尔短的经文，其实哦，咱若是愿意，毋免1点钟啦，对前书到后书，拢会当安尼规个拢读了，实在是真短。甚至呢，咱会当讲，会当背，搁个会当背几啊句。的金句安尼，一张批实在是无人分遐尼侪摆伫读的。咱受着批的时阵，拢嘛是对头到尾，就安尼安尼看落来，无讲看一半，看头前短短啊一句，安尼就停起来，安尼想半步安尼。吼，咱拢是对头到尾安尼读了。迄就亲像咱伫食菜的时阵，迄个倒菜、做菜啦，一道安尼一道迄个菜，咱无可能只有看其中一项菜安尼一直硬迄项菜来食。一定是咱目睭看，拢是看规道顶的菜，来去换其中一项菜一喙安尼伫补。毋过咱咧看逐工吼，逐工咱的读经进度周报后壁面，迄就是咱讲新眼光的读经的手册，后壁拢有分。像今仔日到今仔日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到伫拜二。犹原是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3章，第三章就爱分3工来读。即个本开的即个经节虽然短短啊，迄就敢若亲像咱咧换一喙的菜伫补安尼意思。咱就豆豆仔补，才有滋味。除了安尼呢，牧师望吼，后会，莫讲后会啦，现在咱对现在就开始。咱若伫读亲像即种短短经文的迄个批信圣经，除了咱今仔日所读的进度，迄个小块的迄个部分以外，咱犹原爱对头到尾，拢搁读一摆。譬如讲今仔日咱是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咱的读经进度是安尼。总是牧师望恁今仔日咧读即段。这50个经文以外，阁会当将帖撒罗尼迦后书对第1章到第3章的尾，拢安尼拢留一遍啊。安尼有了解无？吼，安尼有了解吼，就是讲咱在读批信的时阵，毋若是爱看咱每一工所读的迄个部分，咱豆豆仔补，豆豆仔思想，豆豆仔伫咱和上帝伫祈祷的中间。咱咧想，上帝啊，你要甲阮讲甚物？
然后咧当对头到尾阁读一摆完整的吼。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甲后书虽然真短，总是咱在看帖撒罗尼迦人书的时阵，伫这内面所关心的问题，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有真深也真长的影响。就亲像咱即马讲确诊，咱听到确诊这两字，我想毋是这两字安尼确诊安尼就无代志啊。咱若是听到确诊会想到啥？咱会想到确诊的背后，伊接触的过程。我今仔日我确诊啊，我是正有和什么人接触过？我是去什么所在有和人接触？咱会为头去延伸啊，吼。咱阁会想讲，咱过去的身躯是有啥物慢性病啊？是毋是有黑骨啊？因为这拢是支气管的问题嘛，吼。咱是毋是有黑骨的病史？还是咱有啥物三高的病史？咱会想搁较长的过去，咱的病史是有啥物病史无？然后阁有确诊，知影确诊以后，阁有确诊的隔离期，像进行什么14天啊，变成7+7啊。然后一起居隔的又有0+7啊，很多那种数字拢造出来。伫这个隔离确诊隔离的这段期间，咱会恢复食药啊。有的人食药到2礼拜就差不多好啊。毋过有的人咧，2礼拜有一个尾流还袂煞。所以讲有啥物长新冠啊？即马有一个名词叫做长新冠时期，就是这个新冠毋是2礼拜就结束啊，迄个毋知拖啊偌长去。长新冠，有的人可能拖个1个月，可能有的人拖个3个月，甚至有搁较有可能嘛有吼。所以确诊2个字，毋是就确诊安尼1秒钟就看了就无啊。咱听到确诊2个字的时候，咱会想到迄后壁所表示的迄时间是真长的这个时间。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3节、第4节，才有讲兄弟啊。阮应该为着恁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宜的，因为恁的信越发长大，搁恁众人大家相听的心拢充足，直到阮伫上帝遮的教会将恁来夸口，因为恁伫一切困迫甲所受的患难中，有存吞忍甲信的心。保罗伫这张批的这两句经节来讲。伊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实在有信心，也有疼心。总是咱对这短短的几若句话内面，也反映着帖撒罗尼迦信徒因所受到的困迫甲患难。咱现在网络真方便，网际网络真方便，咱常常会透过这个网络受到别人的祝福、称赞、甲感谢，就亲像保罗写批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咱会受到人的称赞、感谢、甲鼓励，总是咧。伫咱借着这个网络受到遮的祝福、受到遮的鼓励的时阵，咱的生活有可能也犹原当在处理一寡代志，处理甲忧头甲面啊。当咱受到遮的祝福的相时，咱的身躯可能犹原当在衰烂。当在为着头前迄杯药啊，安尼苦滴滴，安尼强要袂得吞甲袂得落。当咱在受到人的感谢的时阵，可能咱的内心，当在含咱内心的忧愁、甘苦，各种负面的情绪在上演。虽然咱常常会透过手机，咱拢有时透过手机嘛，迄赖的群组拢会跳出来。生日快乐啊！还是某物人安怎啊？甲你祝福啊！安怎？咱常常收到一寡讯息，总是咱常常收到遮的祝福、感恩的时阵，咱生活中间遮的各种的患难甲困迫犹原存在，敢若也拢袂消失，也袂减少。帖撒罗尼迦教会因所碰到的问题。并毋是遐尔啊明显，毋是遐尔啊明显真清楚的问题，毋是亲像咱即马看到银行的利率啊，银行的利率开始要提升啊，迄才是股市的起起落落啊，毋是遐尔啊明显的数字通去计算。因所面对的问题，
因所面对的状况是迄种真无明啊，毋知影到底即个攻击是对倒落来，咱拢还袂准备去反应的时阵，迄攻击就已经来啊。伫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侪听起来有影，总是却无正确的观念。遮会看起来有影却无正确的观念，一直在动摇因对上帝的信心。亲像迄个白蚁，白蚁的台语是水虾。我嘛去，不是嘛去网络去查白蚁，是讲台语要安怎讲吼？讲水虾，总是对我外省人讲水虾，我毋捌听过啦。总是咱大家拢知影水虾，吼，你拢知影哦，真赞，吼。迄就亲像水虾啦，无输进前捌住的一间厝，伊有迄个茶的迄个装潢。有一摆暗时有听真安静的时阵，无就听一寡迄个敢若伫个啥物物伫敲迄个真幼声的迄个声，我就一直咧找无，结果然后伊找几若工我都找无嘛，就讲好莫找啊。啊，有一摆我就将迄个册书架上的书吼摕起来，安尼因为书架上的书拢安尼插，拢安尼摕嘛。我就一摕起来时，哇，规本册拢，吼，迄个水虾呢，夹甲拢内面拢强要空。然后我就对即本册看迄书柜，规个迄个图啊，迄个册拢是夹啊密密麻麻，一个才找着迄落装潢插迄个装潢迄内面吼。外表看起来拢好势哦，总是内面安尼去小敲的时候，就感觉嘿，那有诶，迄个空迄个噗噗，迄个声就无共款，就叫人来处理。哇，规个内面拢互迄个水虾拢煮了啊，拢食了啊，食啊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就亲像安尼。迄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敢拢真好啊，无啥物问题。总是内面已经毋知影对当时就开始互一直伫互迄个迄个黑暗的势力一直伫甲因敲到互伊强要倒去也毋知影。顶礼拜中东港退休会，其中有一组的分享，有讲到咱即马新的世代，特别是21世纪。就是千禧年呐，哈，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21世纪出世的人，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因即阵少年人，因含人在讲话的时阵，咱在含人讲话拢会安尼看嘛，拢会安尼看，我们说眼神的交流安尼。总是伊讲普遍啊，毋是讲完全啊吼，伊讲普遍。即阵囡仔有一个现象，就是因含人在讲话的时阵，因的眼神啊，伊毋知要看倒位啊，伊毋敢看你的眼神，伊毋敢安尼对安尼看，正常安尼讲话安尼看，伊毋敢。可能嘛毋是毋敢，是无习惯。因的目睭吼，因在甲你看，你甲伊讲话的时阵，伊安尼眼神飘忽不定，目睭伊毋知要看倒位，是安怎呢？因为这群人因出世的这个世代，因他们面对荧幕的时间，他们看荧幕的时间比看人的时间还多啊。因伫网络顶面在对话的时间，比人和人中间安尼对话的时间搁较多，所以因无习惯讲爱看和人讲话，爱看人的目睭，看人的表情，因袂习惯。面对这个荧幕的时间愈来愈长的这个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已经是无法度通阻挡。咱来牧师有去网络查一个资料，伊讲吼，即马是58岁到76岁的人，是属于战后婴儿潮迄个时代。58岁吼，58岁到76岁。咱会当想讲，咱是几岁吼？小想者，伊讲58岁到76岁是战后婴儿潮，然后对战后婴儿潮有分 X、Y、Z 三个世代。战后婴儿潮入尾呢，就是 X 的世代是43岁到57岁，所以你若是43岁到57岁，就是属于 X 世代。Y 咧
Y 就是28岁到42岁，这是属于 Y 的世代。啊，搁有 Z 咧 ，Z 就是13岁到27岁。所以拄则讲，对2000年以后出世的人，就是差不多是属于 Z 的这个世代。啊，讲牧师啊，13岁以下咧，13岁以下就是28岁到42岁因所生的囝，因叫做阿尔法的世代。这个科技的变迁的速度真紧，对2000年以后的这个 Z 的世代，已经有2个世代 ，Z 甲阿尔法。有啥物无共款的？伫因学习成长的过程，我毋知大家有发觉无？有发现一个现象，进前咱读书拢爱翻字典，甚至还有查字典比赛。伫学校的时阵，那国语词典啊、英语词典、什么什么词典，还有百科全书，安尼书柜，安尼百科全书，对 ABC 到 XYZ 安尼百科全书。即马毋免啊啦，即马拢伫遮啊。即马伊要查啥物资料，拢伫遮啦。啥物字袂晓读哦，啥物字、啥物意思吼？几秒钟，毋免1分钟就知影。真方便，真方便。网络，迄才是咱即马少年人讲 Google， 啥物代志就问 Google 啦。吼 ，Google 一个，逐项拢知影。你看到即个植物，毋知叫啥物名 ，Google 安尼翕者，伊就会甲伊讲，即个花草是啥物花草。所以网络迄个，即马网络即 Google 的时代，已经替换咱进前迄个爱现字典、词典、百科全书，迄拢毋免啦。教学咧，学习的现场，咱这2年就知影，线上教学也取代了实体教学。不论是对学生，还是伫职场拍拼的青年来讲，手机、网络的这个物件，已经成做因生活中间真重要、上重要的一部分。有一句广告，伊讲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个广告词，毋知大家捌听过无？这个广告词讲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大家感觉有影，敢若嘛有影啦，吼。啊，毋过敢若嘛毋是真正确呢。即句话就是听起来对，敢若也无拄，是安怎呢？因为咱人咧使用科技的这个时阵，迄个动机真重要啊。那个动机如果不对的时候，咱咧使用这个科技进步的时阵，甚至会致到人类的毁灭。因为咱人使用这个科技的这个动机，咱无法度通来去掌握，所以呢，这个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就变成无拄啊。咱逐工面对这个社群网络的资讯真大，很常我们会收到很多的讯息进来，那个资讯量很大。总是伫这个社群网络的中间，有可能将咱放伫一个真复杂的关系中间。有时啊，咱可能1分钟之前，咱透过这个社群网络，某物人表达我的感恩，表达我的鼓励，表达我的支持，却会当下一秒，就搁对某物人来骂骂、来攻击。伫心情欢喜的时阵，咱会当伫网络来分享咱的欢喜；伫忧伤生气的时阵，咱也借着网络来找着安慰，找着一个出口。伫无啥物代志发生的时阵，咱也会当伫网络的内面来发表意见。大家讲我即个人啊，我即个人还搁伫的，有我即个人的存在。咱的心情甲想法，拢会当真短的时间内面，借着网络传出去，然后就无偌久就有人回应，按赞啊，按爱心啊，按加油啊，吼，迄就是讲留言等等。咱看起来会当把握一寡代志，却有可能失去真实的自我。我到底是一嘴
是安怎？我会当伫前1分钟安尼，觉得心情真好，向某物人表达感谢，却伫下1秒就发脾气，就生气，看到一个物件就生气，就大生气。我到底是一嘴？有时啊，咱伫这个真无用的时间，咱袂记得咱爱亲像耶稣啊。耶稣伊伫服侍，伊伫面对迄个世间真无用的时阵，耶稣捌常常做一个动作，就是退到山上去祷告，退落来。咱往往袂记得对真无用的生活退落来，祈祷，常常袂记得爱互家己搁较侪时间伫上帝面前来默想，将家己原本应该有的身份找倒转来。咱的身份是啥物？对我来讲，我是妈妈，我会是别人的某，我会是别人的新妇，我会是别人的查某囝。总是我有一个身份，咱共同的身份是啥物？基督徒的身份啊！有时咱天是无闲的时阵，咱袂记得将咱是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找倒转来，所以咱常常用真紧、伤过快的这个速度，用咱伫世界的这个角色去回应咱的想法，去回应咱的感受。其实这伫咱的信仰顶面是真大、真无好的影响。网络真方便，总是伤过方便，互咱有时仔袂记得家己是基督徒。所以咱就会伫网络的顶面照家己，迄才是照别人所喜爱的意思去回应一寡问题。咱真急，就想要发表一寡意见甲想法。咱愈来愈习惯伫真短的时间，用真紧的速度来表示咱的想法。伫网络世界，咱会当出在家己选择有兴趣的网站和内容。我喜欢看这个，我就多看几眼；我不喜欢看，就直接一只手就可以给它弄掉、划走。伫网络的世界，咱会当是一手掌握啊，我们似乎可以一手掌握这个世界。咱也当一手掌握我们跟人与人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一手掌握。只不过，咱若用这种习惯来读圣经，面对上帝的时阵，就会产生真大的问题。因为圣经毋是咱会当一手掌握。对伫遐读无啥会明白，读甲迄才是讲读甲真无趣味的经文，咱有可能真紧就失去研究的动机甲耐心。这看者，啊，看无啦，毋知咧讲啥，啊，这无趣味啦，啊，莫看啦。咱无迄个耐心甲动力去研究圣经。因为圣经内面并无一个搜寻的功能，就亲像牧师拄仔讲，这是啥物？毋知，好 Google 一下，你甲我讲这是啥物？圣经内面无一个，这内面无一个搜寻的功能，互咱会当伫咱的耐心要消失进前，就提供咱一个真正确的答案。咱无法度控制性情，伫当时会当甲咱启示上帝的旨意。上帝也无见得会遮尔紧，就甲咱讲伊的意思是啥物。所以直到咱无爱读圣经，无爱参与查经祈祷会，也无爱灵修，无爱参与团契活动，因为讲到要读圣经，就头累累啊，规个就感觉哦，足忝的，搁要读圣经，啊读无啊。咱常常伫咱的生活中间真无用的，这个生活中间袂记得亲像耶稣，爱暂时离开现场，退去，互家己安静落来。其实咱咧聚会，咱咧读圣经，咱咧参与团契活动，就是要互咱伫真无用的这个世界中间退落来，到伫上帝
咱2、3个人以上的奉主耶稣的名，因为咱2、3个人奉主的名自责，主就是咱的中间。做是咱往往着家己一个无闲啊，拍走安尼，无闲试试。咱常常袂记起爱亲像耶稣暂时离开现场，退去，互家己安静落来，定心掠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来读伊的话语，参与团契分享。咱袂记是爱认真，咱就因为袂安尼，咱若去无安尼做，无退去，无安静，咱就无法度通认真，也无法度有耐性，甲咱的主面对面。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圣经的真理，基督听候对基督徒来讲真重要。咱确实想要了解上帝，咱确实有想要顺服伊的旨意。不过，伫科技进步的这个过程的中间，有侪阻碍，互咱无法度专心注目伫上帝。因为网络无互咱专注的程度和我们的耐性都越来越少。这个伫现实生活甲信仰实践一直在扣的现象，就互咱对主的信心动摇。我想咱即阵咱捌伫学生做过学生拢知影，伫学校有一个运动叫做拔河。毋知大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实际参与拔河比赛过啊？哈，虽然有的时候在班级里面，可能一个班以前我们那个，特别是战后婴儿潮啊，或者是 X 世代啊，哈，我们的一个班级都大概有50个人以上哦，哈。总是即摆的班级拢人数都较少，拢30个差不多安尼。所以呢，毋是所有人拢会当参加迄个拔河比赛，有人是伫咧边仔喊，吼。加油啊！有的人是参与伫迄拔河比赛。咱知影伫迄拔河比赛的中间吼，若是双边拢是势均力敌的时阵，输赢是输赢在哪里？输赢的关键取决于每一位选手的专注跟耐性啊。你若是小看无去，没有专注，失去就是。咱若小看吼，感觉讲家己可能会输，迄只是小看无，因为不够专注，我们的重心就没办法维持在那个好的一个重心的时候，我们如果一晃神，可能我们就会整队就会被拖走。小看无注意，失去迄个重心，就互拖走啊。所以输赢其实往往都在一念之间呐。这个意念，咱人的意念实在是真重要。咱搁一摆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30、第40，咱做伙来读好啊。咱周报后壁面第30、第40，咱做伙搁来读一摆。保罗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即张批第30、第40，请兄弟啊，阮应该为着恁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宜的，因为恁的信越发长大。国恁众人大家相听的心拢充足，直到阮伫上帝遮的教会，将恁来夸口，因为恁伫一切困窘甲所受的患难中，有存吞忍甲信的心。保罗对因讲，阮应该着爱为着恁感谢上帝，因为恁的信心、疼心拢增加，拢加添充足。伫患难中悠然坚持到底。保罗所要对因表达的是一种仰望，伊仰望即阵信徒会当伫家己日常的生活中，掠上帝所赐的信心、甲疼心，佮坚持落去。毋通因为外面世界遐个攻击来软弱，毋通因为问题一直拢存在。毋通因为咱生活中间的问题一直拢存在，就轻看家己所做的遐个努力；毋通因为问题一直拢存在，就动摇。就算讲迄个日子是偌尔啊凄惨落魄，就算讲别人的祝福、别人的祈祷一直来，总是
我的身躯游园真衰烂，我的问题，规个问题游园有存在，咱就感觉失落渺茫。保罗讲毋通，就是问题一直拢存在的时阵，咱游园就爱心存渺茫。渺茫对基督徒来讲，和信心、仁爱相款重要。有渺茫，咱才会当伫受苦的时坚持落去啊！有渺茫，才会当互咱轻看家己遐个凄惨落魄的遐个模样。一个运动员、运动选手，伊伫练习的时阵，伊会轻看家己大粒汗、细粒汗安尼，互人操甲虚累咧，甚至阁着伤。伊轻看遮个，因为伊有渺茫。伊渺茫伫比赛的时阵，通得到荣耀。一位正残人，伊伫竞走的时阵，伊愿意家己规身躯压杂，规身躯垃圾，日头遐尼大在晒，雨遐尼大在压，伊甘愿是安怎？伊有渺茫受挂的欢喜。咱上班的人，有咧上班的人，愿意忍受，你若是愿意忍受主管的雷骂，抑阁有一寡无合理的要求，你的渺茫是啥物？伫咧上班的人，若是头家是甲你骂甲臭头，甲你互你一寡无合理的工作，这个工作原本毋是属于我的，总是头家讲这你做，迄嘛你做，遐一堆物件拢你去做。你若会当有忍耐、有渺茫，你的渺茫是啥物？摕薪水的日子嘛，发薪水的日子嘛，我管他安怎，我就是会摕到你的薪水啊，这就是渺茫啊。一个老板的做头家，伊若会愿意忍受遐个拗客，伊的渺茫是啥物？会当趁钱。另外，阁有家己可能有头家有家己的理想，伊的梦想会当得到实践嘛？咱基督徒咧，咱基督徒若愿意忍受别人对咱的一寡想法的质疑、负面的言语，咱若愿意背迄个十字架，互人感觉真见效的十字架，咱是咧渺茫啥物？咱毋是就是伫渺茫，通得到迄无人通抢夺的果子甲欢喜吗？所以咱着爱有渺茫啊！对基督徒来讲，上凄惨的应该就是无法度将福音传出去。世界遐一切无啥物会当互咱凄惨落魄的，因为咱渺茫拢伫主，所以咱若是感觉真真切心。真凄惨的事，就是无法度将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耶稣并无要求咱趁大钱过好日子，耶稣也无找肯咱要去争做啥物主管、头家、啥物真好业、真有地位的人。耶稣找肯咱是要去创啥？耶稣只有讲，恁着去，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说咧。既然我所吩咐恁的，就教导因遵守，主就会逐工甲咱三甲地地，直到世界的落尾。这是主耶稣对咱的差遣，这是主耶稣对咱的要求。总是咱在传福音的时阵，往往毋知影要安怎开喙来介绍咱的信仰。毋知影要安怎邀请咱的朋友来参与团契，甚至毋知影安怎来解说咱对这个信仰所做的这个坚持，是安怎一定要做礼拜，是安怎你着一定要参加团契，袂当出去佚佗吗？甚至咱陪伴久久的慕道友，有时啊着安尼做伊来离开，传福音这项代志，对咱来讲实在有时啊感觉真落魄。其实问题也只在一念之间呐。如果咱伫这个忙碌的世代，无亲像耶稣安尼摕落来，互家己通安静，注目伫上帝，
如果咱伫咧跋倒，咱跋倒的时就埋怨、就生气、就失落愿望。如果咱所行所做看起来，拢和遐个未信者拢共款，一模一样，拢共款的时阵，未信者佫有啥物愿望咧？遐个未信者佫会当有啥物愿望，通对咱的心上会当找到一个愿望的出口咧？咱活的若和遐个未信者拢共款，咱的反应、咱的言行举止拢共款的时阵，遐个未信者都太会愿望着对咱的心上看到啥物光，看到啥物愿望咧？其实咱已经有出路啊！其实我们已经有出路了，我们也走在那一条路上。咱已经行伫迄条有愿望的道路，只毋过有时咱敢若并毋是真确定，有时咱并毋是真确定，咱有影有即个愿望。咱搁来看今仔是第50个经文，第50个经文讲，这就是上帝公义审判明的证据，互恁通算做话牵伫上帝的国，就是恁为着伊受苦的。上帝借着使徒保罗写批予帖撒罗尼迦圣徒，鼓励因伫逐种的患难甲忧吓中间，着爱忍耐，着爱坚持信仰。但保罗的批也共款对咱伫讲话。伫黑暗的势力不断摇头，想要将咱的引导的时阵，其实咱伫即个和即个黑暗的势力咧相应的时阵，咱的信心甲疼心也长在成长啊。其实我们是有在长大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那么确定。无论咱对家己的生活是毋是有满意，甚至咱家己可能对家己的信仰的坚持，有时也感觉真野咱，足忝的，真正有忝啦，吼，真正有忝。总是咱着感谢主，咱要活的。咱若感觉伫演的时阵，群组内面大家拢没头没尾，一直在雷骂某某人的时阵，咱若愿意安静退落来想讲，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儿女，我着袂使对人安尼一直在雷骂，一直在骂，一直在骂，一直在骂。可能有人讲，姊妹啊，你哪会大家拢安尼意见，你的意见敢若无共款哦？你是无认同咱的想法吼？有可能咱会伫即个人际关系的中间，咱一直咱是上帝儿女和世界的迄个身份，一直在扣来扣去的时阵，咱可能感觉足忝的。敢有需要安尼？别人拢在骂啊，我嘛甲伊骂一句去哩。我也跟着骂，输爽，因为我对迄个人我嘛感觉足讨厌的，骂会较规气啦。总是上帝耶稣讲，爱咱要爱我们的仇敌啊。有一摆子爱，伊在读圣经的时阵，阮伫咧讨论，伊就问我一个问题，毋知讨论到啥物时阵，我就甲伊讲，亲像耶稣讲，要我们爱仇敌。我讲爱仇敌吼，并毋是讲无一定啦吼，无一定讲是迄个仇敌是偌尔古锥，或者是迄个仇敌吼是偌尔好吼，互你去疼伊。上帝主要说爱咱去疼迄个对敌，毋是迄个对敌做了啥物好，还是毋好啥物代志，毋是因为行为安怎，互咱去疼伊。上帝爱咱去疼伊，是爱放落咱家己心头的迄个受气。是爱放下咱心头迄个想要审判别人的迄个骄傲啊！因为伊对一个老师，伊较有意见，我就讲，亲像你一直对迄个老师，你就有意见，你逐摆看到伊，你就生气，就无欢喜。我讲，到底是啥物人？到底是谁比较吃亏呀？我说你对那个老师看得不高兴。那个老师无感觉啊，老师有安怎做老师啊？总是你家己咧，你家己一直失落迄个欢喜，失落迄个愿望啊。其实比较吃亏的是我们，所以我就甲伊讲，上帝主耶稣爱咱去疼咱的对敌，是为着咱好，毋是因为迄个人做了啥物，
爱咱去听伊。所以咱咧一直咧相应，和咱的基督徒的身份，一直咧和甲这个世界咧相应的时阵，有时啊可能咱会感觉真忝，总是咱要活的，咱要伫中大信息，要伫为主最好的征战。最近咱的团契拢陆续恢复聚会，有确诊的兄弟也陆续安尼，经过2-3个礼拜的居家隔离，然后体力也有恢复，对，应该是对今年2月开始就开始有陆续有，因为那个检疫的那个放宽了嘛，检疫的规定放宽了，所以开始就会有一些。陆续从2月到现在，陆续都会有一些确诊啊、居隔的情况这样发生。咱进行伫这中间内面渐渐恢复，礼拜恢复实体的团契聚会，这个拢是领伫咧耶稣内面受苦，上时啊借着主耶稣杀赢黑暗势力的证据。因为这2年来，有侪教会伫疫情的下面，无论是礼拜还是参过的人，迄个精神真正是参过的人，迄个精神真正是虚累咧啦。侪教会恢复的迄个精神拢无到一半，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就拢无法度搁转来啊，拢无爱转来啊。总是咱建成教会。总是咱建成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恁伫遮个患难的中间所活的见证，确实会成做现今正教会的典范啊！牧师实在看到大家有确诊居隔，拢感觉我袂当去教会啊，感觉足无彩的，然后足期待。牧师看到恁足期待，赶快完成那个居隔的那段时间，就赶紧要转来聚会，迄种疼主的心。牧师看到真感动，恁所活的遮的见证是牧师常常伫别间教会因的面前所夸口的。伫这个过程的中间，牧师也有软弱的时阵，总是看到恁遮尔啊疼主、疼教会，彼此相疼。恁的见证嘛，激励牧师搁徛起来，搁徛在。愿上帝所赐的信心保惠师会当保守咱，一路坚持到落尾。受苦伫基督徒来讲，亲像耶稣背十字架过程，咱生活的苦难有时真明显，有时毋是遐尔啊明显。咱的愿望毋是爱将家己的十字架来刷走，因为耶稣并无刷走伊的十字架。咱的愿望是在伫以马内利的上帝，定定甲咱三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咱的愿望就是，就算讲咱死啊，要求要和耶稣同国活，只要咱我靠主，伫各种的患难中继续坚持吞忍，无动摇。那安尼，咱所展现的这个性命，就的确会看伫主的呼召。咱同心来祈祷。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圣的话语，诚做阮伫遮尔啊无闲花好世代的光顶，互阮伫黑暗包围中悠远有愿望。恳求主圣神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互阮通持守信仰，行伫主的道路，为看到主的呼召。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过来吟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话来回应咱所领受的信息。圣诗462首，请来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免去，
无人捌出何人在做，阮的明明之事，甲人捌出之，诚心来学习，上帝话，我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我命的话，带人伫高永我，要做耶稣真理的话，奥妙听通激起，天传天的互人反悔，照做天顶国民。我南地就吹，成就叫做人民。上帝话，我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带人伫高。万民欢喜来赴，圣经上头地多上听，深信仰我的主，写做平安万事，阳光我命万物，上帝话，我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我命的话，天我归到永远。阿门。请坐，这条奉献，请书份的同工来说法。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公道，请咱掀开酒杯来呀。教会义上，咱珍惜宣传正圣道，万民皆节期。请为着机体，
陈经主、刘慧英、陈王兰、罗雪英、吴怡梅、洪甘基、邵玲玲、林淑婉、陈美芝、谢丽辉、刘秋敏、张兆明、陈丽水、刘慧忠、罗胜雄、陈秀荣、杜娇、林以诺小朋友、叶明长老、陈义礼、廖太牧师、尚耀兄、江玉秀、余建才，由于着福建的周民、世军、美美、千惠老爸，甲确诊中间伫居隔的吼，请为着因。第二项，为着教会各团契事工伫7月份陆续恢复正常运作来献上感恩，愿主保守，激励大家听主较深。第三，为着台湾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有主的业力，愿主保守台湾伫年底选举为理性、共治、互相尊重。请为着这个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慈悲怜悯疼痛的主。这是阮伫遮所拜列的恳求，无论有声无声，你拢听见。求你使阮束缚伫逐人的需要，无论身体欠安，也是心灵创伤。求主一日医治甲补足，因为你应允受伤的路程无要压制。要灭的灯火，你无拍熄，所以阮勇敢壮大来向你恳求。这是阮要参甲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项，7月11到12，牧者研习教牧普渡面面观。题目是要深入后现代生命情况的稳密处。咱教会2位牧师拢要前往参加，是伫新竹圣经书院的所在。第二，7月16到26，咱2位牧者安排年休假。这个中间7月20，就是拜三暗的祈祷会要暂停一届。若是有要紧的代志，请联络本堂的2位代议长老，就是郑梅长老甲列元长老，电话拢列伫这个所在。第三，请各团契过价伫7月17前，将上半年度的收支结算交予干事，通顺利来转送检察委员通查销。第四，7月18拜一下晡4点半，咱教会要去进行定期的消毒。第五，7月30拜六下晡2点召开小会，3点半召开中执会，请中执注意。第六，7
7月31礼拜日要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也是献信礼兄弟姊妹，唐牧师也是长老来报名。第7月31也是礼拜日吼，主日爱餐恢复供应。这个头一炮，这个是钟情之事，要这个头一摆的这个恢复爱餐的事吼，请咱期待。由于咱教会的一楼的这个厨具的这个更新，已经拢后礼拜就要验收，所以咱真欢喜，咱有新的厨房厨具，会通恢复咱的爱餐，请咱期待。特别，咱最近若是个人有身体有状况，也是有确诊。也是有居家隔离的，请咱就需要还是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的，请咱的确就照防疫的规定，愿主的医治甲平安，甲大家同在，也愿主保守大家，咱无过头会惊吓。团契消息，第一项，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儿童主日学，本周拢开始恢复实体聚会，请咱各团契注意。第二，7月31主日爱餐了后，琴瑟团契聚会，主题是读经的心得分享，甲婆媳对谈吼，甲夫妻的三谈。阮琴瑟团契家长老拢备办真好的内容吼，互大家通伫遐对话，咱期待。奉献的名册伫这个所在，若是有出入，才用过去来订结。咱牧师今日二个牧师吼，今日到伫李春生教会受派到李春生教会讲道，所以今日是教会开拓的主日吧，教会开拓主日，所以二个牧师受派到伫李春生教会。请咱来吟上咏512首，吟时后请牧师祝祷。圣诗歌，请咱起立来吟512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衬，互恁正大家拢会当定捆伫主的道路，为看伫主的号召，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
咱今日聚会到这，别倒散会。